台东变大水后，大武乡甲大林乡一港雨到了超过300毫米，未少所在水崩山。美国一个查甫人挂金属的破链，无摕落来就入去后扫标识，规个人去互助力吸入去机器当中，当场死亡。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二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有欣。受到低气压影响，台东变大水后，台东市以南各乡镇雨水拢有够高，也大武乡甲大林乡一港雨到了超过300毫米。大武乡这边水崩山土煤是冲入去人家厝当中。大水雨落归旱，透早大埔乡太湖社区的一个民居，住宿者出门无偌久，一转来就发现，伫乡家后边出现土石流，土水灌入去厝内。为厝内监视器看到水淹入去厝内，速度真紧，厝主真无奈。吓到，因为从后面就水下来。台风那一次，这里他们没有先把已经有状况出来，他们也没有处理。上埔村客庄路附近透早发生土石流。土水灌入去真侪户民区，透早民众赶紧清出土石。大鸟村的和平部落也真惨，社区下街后边是土石流水墙，门口加做小河。晚上3点多一直继续的下这么大的雨，所以上面的山的那个路那个雨就会往那个下到部落来。太麻里乡金尖山的产业道路也挡袂了这摆大水后，大量土石冲到路顶悬，乡公所已经派人清除。在台东市区未少较低所在发生淹水的情形，真正户民区厝内底浸水，其中丰兴路65巷30外户民区为19位爬风台外围宽流，大水后就发生淹水，到2差不多10日拢淹，民众才清完个淹水，县府官员来勘察，居民希望赶紧重新规划排水设计。今天已经第3遍了。能够做的是感谢市公所跟议会能够立即做一个慰问金的发注，那以及我们来补助防水闸门，能够在第一时间先挡住水。台东地区目前雨势短好，暗过低温溪水不重，伫最尾出海口附近的美河爆发，和串流溪水冲空气，附近农民烦恼溪水淹过农田甲徛家。太麻里乡公所紧急调派马上甲来防护，也派人监控水情。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菲律宾东边海面有一粒热带扰动，按算拜4、拜5上届挖进咱台湾，强度可能是热带性低气压，或是轻度风台。也今日咱全台湾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是真歹天，台东变大水后，这个铁路、公路交通拢受到影响。公路局是派人去抢修，代替南回线甲台九线，即马是已经畅通。土美高啊，淹到路面，强降雨一直落，台九线太麻里台客路段捌予土石流砍去，大型怪手落雨嘛出动清理。台九线大武乡路段因为土石流挡路，第一时间以上8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因为雨规港道有车视线无清楚，去弄到石头袂叮当。摆车是因为土石流因为视线不良而撞上去，才撞到那个。落石。趁下晡雨浪澎，干部段出动机构人员，将土石全部清理完，2大赛点总算会当双向通车。台铁南回站因为大雨，歹双向中断，台武到龙溪站水淹铁轨路，高庄到台武山坪土石松软出落来，地喷到太麻里水淹站无啊，有台中来旅客煞掉伫车站。前面土石流，后面土石流。刚刚有区间车来接驳，接回去。结果都没办法了。结果往回往那边土石流啊。台铁干部段动员人力机构全力抢修，下晡前抢通台武到邦寮，加大影响台东地区3天内雨一直落，金峰乡甲卑南乡局部地区累计雨量拢超过700毫米，太麻里的雨量嘛超过650毫米，屏东春里乡超过630毫米。气象署表示，这礼拜台湾天气低压带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要注意热带系统的发展。这个低气压的话，在之后的话，看起来是有慢慢增强的一个趋势。那移动的方向目前来看，大概会偏西北的方向，然后通过琉球群岛，然后再往在北上的一个机会比较高一点哦。伫菲律宾东海面的热带扰动，未来可能会经过台湾东方往琉球方面过去，后续东北向东海移动，一定拜4甲拜5上挖进台湾，强度也无确定，气象署长持续的关心。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机械式停车位的意外，顶礼拜六台中北屯一个爸爸抱带多济囡仔去机械车位要摕物件，所有另外一个车主呢，甲机械车位市顶当，结果去压到这个囡仔头壳，送去病院救，救无转来。即马警察是找到这个甲机械车位市顶当的这个住户，按照过失致死罪嫌，交检方侦办。画面内底这只红烧轿车吊伫机械车位下骹，车门已经规个变形。台中北屯一栋社区大楼，19尾仔6点发生机械车位的意外，有一个一岁外的查甫囡仔头壳受伤，送病要是救无转来。只有看到救护车来，然后他爸爸好像就情绪比较失控，要自责这样。一名男童与家长在机械车位上拿取车内物品时，疑似机械车位为其他不知情之车主启动导致受伤，员警随即会同消防人员协助送往医院治疗。警方表示，事当时车停伫机械车位的老爸抱这个岁外的后生，老母甲大汉囝先落车，不过边仔有另外一个车主，哪像无注意到遮有人，就启动机械车位互起落，致使这个查甫囡仔去互车门夹掉咧。显然，这个停车场其实是违规使用。对啊，要保养啊，什么都要啊，那个机械是危险啊。他每个月都有保养哎。住户表示，这栋大楼虽然真旧啊，不过管委会逐个月拢有请厂商来保养，市府嘛紧急下令这栋大楼的机械停车位暂停使用，卖家无按规定领使用执照的部分，罚上当15000块以下罚款，而且限期改善，并限期改善及补领使用许可证。并经检查机构及保养厂商重新确定安全无虞后，方能恢复使用。市府表示，这栋大楼在1996年摕到使用的执照，不过后续在2024年颁布建筑物机械停车设备设置甲检查的办法了后，管委会一直拢无补申请，除了要求爱补领使用的许可，嘛会清查规个台中市的机械车位来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果出来呀。石破茂错袂出来，因为执政联盟大输，这是第一摆自民党自成立以来参照两院的席次拢无过半。执政联盟自民党甲国民党无表示要摕50席，结果敢若摕到47席，加上无改选的75席，执政联盟拢总是122席，确定是无过半。好，即马选甲遮尔无理想，自民党就有声音。日本首相爱换人来做，不过石破茂今仔日下晡是出来开记者会，讲唔好互这个国家政务停落来，伊会继续做首相袂落台。咱来关心几站意外，印尼这边有一只渡船准备熊倒火，造成3人死亡，568人有救起来。另外越南这边下龙湾有观光船并起，上无是35人死亡，4个人失踪，也乘客当中拢是越南籍，无咱台湾的旅客。印尼一只要去北沙拉维西省米纳岛的客轮，准备向阳倒火，乌烟一直冲起来，真侪乘客赶紧请救生衣跳船逃生。附近的土海人嘛赶紧来协助救人，甲受难的船客送去附近的岛屿。印尼海事安全局嘛来救援，赶紧转水要抢救搁咧庆烟的渡船。虽然印尼政府也未确认船顶到底有偌侪人，倒火的原因嘛搁咧调查。另外，伫米帕风台接近越南的前一天。是只伫出名风景点下龙湾的观光船，向阳拄着青光的暴风雨，梦领就来冰船。根据路透社报道，船顶的人拢是越南民众，内底阁有囡仔。救援人员知影消息了后，赶来救援，甲沉船拖掉上岸。目前已经知影有35个人死，啊，那船顶的人可能是总共有49人。Rất nhanh, chỉ trong vòng có 1 phút. Thời điểm mưa rông thì nó kéo dài nó 15 phút. Chỉ luôn là những lúc mà thường là tình. Mọi thứ nói cha đặt bàn ghế xô, sau đó chỉ vài giây sau là trời rất ngược luôn. Nhưng mà nước dồn vào rất lớn mà anh bị rất lớn. 船头家讲，船顶有救生衣，不过迄阵天是向阳变暗，强风大雨甲死人同时阵来，真侪人客拢袂有反應，就准講會曉上水，嘛是走袂赴。Cô bây giờ cô chán lắm, cô chỉ muốn chết rồi. Con cô bây giờ nó như thế này rồi, các cháu à cô bây giờ cô mà chết được cho nó thì cô cũng chết luôn thôi. Cô chả biết cái gì trên đời nữa đâu, mệt mỏi. 目前包括警察、海岸巡航部隊、甲海軍在內等數十個救援人員，當咧臨建島有限的海域內底，繼續敲找失蹤的人客。公視新聞新樂杯編譯。
美国有一个查甫人陪因某去做核磁共振的检查，所以因为讲颔管有看这个金属的破链，也这条破链呢有9公斤重，是咧练身体用的，就是要甲这条金属的破链摕倒来，怎夹入去当咧运作的扫描室，也规个人呢去互磁力大力吸入去机器内底，当场死亡。 I saw the machine snatch him around and pulled him into the machine. He died. He lost. He went limp in my arms. He waved goodbye to me, and then his whole body went limp. 曼卡利斯特太太顶礼拜去纽约长岛一间诊所做卡达夫核磁共振检查，所安尼甲先生技师影响两家。检查还咧进行的时阵，先生技师听到伊的叫声，入去为伊倒3共起身，颔管挂9公斤重，重分用的金属破链，互机器强大速入速走，几人被大力扭入机器，当场重伤。送医医院救无转来，警方咧调查事故责任。伊的太太是真悲伤，无法度接受现实。 They were standing there laughing and joking before he even came to the table. At that instant, the machine switched him around, pulled him in, and he hit the MRI. Could you turn up the machine, call 911, do something, turn this damn thing off? It'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guy has seen that game. They had a conversation about it before. Oh, that's a big change. 核磁共振是常常看到而且安全的医疗检查，因清楚显示人体组织甲器官无辐射，毋过用强大磁力运作，所以患者接受检查进前爱摕所有头毛哑巴、目镜这金属物件、甲助听器、运动手环等电子设备，换专用衫，若无任何一小小物件，拢可能被撕飞，可能成做致命武器。 2000年，伫纽约州一个6岁查甫囡仔，伫接受 MRI 检查的时阵，因为一个送出管啊，互机器输入医疗室，受重击死亡。院方2010年用290万美金甲家属和解。公司新闻是会中评价。Coca-Cola 敢要改配方啊？川普是安尼讲的，伊讲哦 ，Coca-Cola 同意甲糖浆改做甘蔗糖，佮讲安尼较好势。 敢有好势？专家可能无认同，营养师就讲话啊，讲唔管是倒一种糖，食济共款拢会损害健康。美国总统川普讲，家己爱啉可乐。纽约时报妈妈报道，伊一天爱啉12罐可乐。不过川普罕今日伫社群媒体答文讲，已经甲可口可乐公司讲好，对方同意甲一般的可乐当中，原果糖玉米糖浆改做纯甘蔗糖。佮讲安尼较好，好亲像感觉安尼较健康。不过营养师嘛讲，其实两个糖度瓦金伫人体内的代谢并无明显的差别。Essentially, they're both sugar, and from a nutritional perspective. Very similar, so they both would contain 4 calories a gram. They both increase your risk of dental caries, and they will both contribute potentially to excessive calorie intake if you're having too much of them. 营养师讲，原果糖玉米糖浆是由玉米淀粉经由酵素水解转化成的，甲甘蔗糖的一点仔前差是伫个果糖的成分是55%，比葡萄糖的50%较侪。甘蔗糖是两项拢50%，因为果糖的代谢主要是伫个肝脏进行，较会转化做脂肪，有可能造成脂肪肝形成。所以营养师建议，无论是倒一种糖摄取 过量共款拢会增加脂肪肝、甲痛风、大哭、慢性发炎反应的风险。 As nutritionists, we'd say we need to be reducing sugar across the board.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it's from cane, from corn, or from any other source. We need to be reducing our sugar intake. 可口可乐目前并无正式要调整配方，佮发布声明讲玉米糖浆真安全。颠倒是美国两间原果糖玉米糖浆的制造商估计17捌大力，玉米农嘛表示不满。一般认为，因为美国甘蔗外口进口，因为关税影响，处理成本大大提高，这可能是可口可乐无愿意改变的主要考虑。 那是毋是改变配方，其实对川普影响无大，因为伊啉的是加阿斯巴甜的健怡可乐。不过阿斯巴甜这种代糖，颠倒是互世界卫生组织列做可能的致癌物，建议民众爱注意摄取量。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2025年世大运倒球男子团体冠军赛，咱台湾对战中国。虽然讲高胜瑞意外失去2点，不过洪玉新是有甲分数掠倒转来。最后，咱台湾是以3比2拍赢中国，摕到这回世大运头一块倒球项目的金牌。
这礼拜六7月2日就要来罢免投票专连前总裁齐中林公开表态支持罢免，也这正做产业界的第一人。齐中林是强调讲，伊毋是倒一个阵营的，伊只是真心爱台湾。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表示讲，尊重每一个人立场，毋过积极理念，甲自封财团徛公平。这边就是我最喜欢的自强隧道，虽然今天天气好像没有很好。在拍什么？啊？我在拍我自己啊！哎，你不要拍我！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哎，你为什么要拍我？透过微电影方式，感情宣传国民党公布相信影片，呼吁支持者7日6日出来反对罢免。罢免大会不分歧团体湄公华联配合国旗国歌共款向影音公示，希望传给下一代。身教重于言教，给孩子做最好的示范。离投票成果日，拿着动员催票，尤其针对青年族群。民进党青年部国务卿要对选区内拿回等罢免票，必须林秀聪也去花莲为罢团加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亲身带青年团鼓励少年人发挥创意。要感谢大家发挥我们很多的创意，看到很多年轻朋友愿意站出来共同反恶霸。我们要守护台湾的民主，不要让台湾的民主被偷走。罢免运动是因为傅昆萁去年4月从中国回来之后所展开的许多一切的毁宪乱政，那所有的国民党的立委就是他的附随组织所以罢免是爱，罢免是爱国。精专的福利中心总裁齐中仁在28暝透过面册亲自声明表态挺罢免，因为内有无信任立委把7日反映伤害时全体台湾人民，也被看作是开业者第一枪。马团反共后台志工联名强调，为影视界、教育界、律师界甚至产业界拢站出来，都是不搬即嘛，那被多所谓立法院定数无证据。从立法院这么重要的机关违法程序正义，就是要摧毁台湾社会的稳定良善的基础。我想现在经济选民、知识选民慢慢站出来了，像我们那个许崇仁董事长。朱立伦回应尊重每一个人拢有立场，不过自己立场是徛在自封甲财团立场，欺负少年人，徛在卢港的对立这边，强调国民党是甲人民卢港弱势徛做伙。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公司化了后，是继续活化土地自产认为园林火车头的旅客，大港是超过16000人次，火车头附近就真适合来开发。希望伫后车头呢，甲卖场啦、甲百货公司、百货商场啦、甲这个电影院这设施引入来带动当地经济。位伫园林后火车站，这一大片的空地仔，都是代替拍算要用来活化的土地资产。听到代替就要启动园林后火车站4块位的土地都经销商，园林市公所表示乐观其成。百货公司进驻或者是量贩店的一个营运可以增加一些园林就是在地就业的一个机会。代替2月下昼伫园林举办招商说明会，吸引不少有意愿的厂商。这摆活化范围包括后站西边的商业区土地、甲车站专用区土地，也佫有车站专用区的桥卡空间，总计2.7公顷。代替表示，这项招商案底限相对较低，设定期间是30年。有股投资只有1亿4000多万，对代替损益平衡帮助有限。不过希望透过引进商业行为，重新塑造站区机能，也带来长期性的收益。要损益两平，我会从其他的像台北市啊，或者大都会区的开发案，去尽量创造我们资产的收入。但是唯独就园林这个地方，我们出发点从来不是说为了创造多大的收入啊。园林火车站是一顶站，每日的旅客超过1.6万人次。根据市公所资料，到今年6月底，园林市的人口数超过123000多人，平均收入大约伫38000至4万左右，消费力也比彰化其他乡镇悬。也不过，沙坡大型卖场还是商场，也安尼加做代替招商的主重点。当地民众对这项开发是有不同的看法。那个高铁附近或者是那个捷运附近的房价一定都会涨。一般消费者的消费习惯都在那边了，除非你的商场能配合到他们的消费习惯。虽然有人看好，也不过当地也有人认为，大多数民众已经惯习前站的商品形态甲消费，商场建构完成了后，消费形态就会有所不同。要安怎来串联前后站人潮，也是一大课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要南投这边红山社区的关怀据点，为着要互老大人接得当，较袂退化，就教老大人较熟的台语歌，甲因比手语嘛，学着在家哦，互即个家己愈来愈自信。那唱熟悉台语歌，那比动作，这是南投市红山社区替老大人安排的手语歌课程。为歌词那亲像讲出老大人的心声，有时阵佫会唱甲流目屎。我红晒算过往7、8个月啊，唱到这条歌，心就酸啦，安尼。遭遇到一些离开的情形，这个是我们必经的。那在歌词里面呢，就会有所感动。手机歌指导老师指出，因为南投市八卦山顶为咗老大人拢是讲台语，所以伊尽量会将台语歌来教，那老大人较愿意学。另外，指导老师表示，练手机歌爱记歌词甲手机的动作，嘛会当训练老大人的手甲脑，互因较袂退化。因为咱有的长辈伊是听无国语的，你若用咱台语来教的时阵，伊就感觉讲哇，那会唱到我的心，所以讲伊愈唱会愈欢喜，伊愈学嘛愈有兴趣。啊，这个双手若动起来吼，伊失智啦吼，也是讲咱的手的活动力吼会较好。红山社区理事长南宏仁表示，社区的老大人学手机歌已经有5、6年的时间，学这项在家有老大人讲，若感觉记忆有变好，嘛愈来愈有自信。记者辛怡南投报道。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蔡有欣，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